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还是上海少爷炸街炸出来的这么一个事情。什么事情？说有个大学的一个专业课老师发现自己的学生在抖音里面自称老奴，非常生气，然后考试的时候就给这个学生不及格，然后被学生举报了。最近网上有个帖子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我们学校一个新闻学院的老师发现最近上海沪爷豪车炸街的视频，两个女生在下面跟风评论，就刷自己是老奴，直接把这个老师给整破防了。最后一节课直接在上课的时候就开始骂开了，说我上的是马主义新闻学，封建狗奴才，不配及格。你们爹妈教出你们这种东西，你要在互联网当奴才，你这群狗奴才，在我教的课里一次也不要想及格。我未来3年还有2门课，你们就等着补考。老师继续说你以为侮辱的是你自己啊？你侮辱的是你爹吗？还有那些为新中国理想死掉的前人们，你们学知识光会答题，不会做人有什么用？你们走上新闻岗位，你们就当奴才，那是在祸害老百姓。说你们找谁都没有用，除非你们叫学校把我开除了。这个帖子的作者说，他说这个老师比较左，说经常和我们吹他爸17岁的时候打越南火线入党，立了2等功，但是落了残疾，回来退伍之后就变成了乡镇公务员，一直到退休，说不知道什么含金量。还有人说他整天吹，一问他爸现在干嘛，说是给人当保安，快70的人了，儿子是大学老师，爹还当保安看监控，被很多女生私底下嘲笑。这个老师还说他自己每个月给甘肃一个地方学校捐3000块钱，坚持了11年啥的。如果说他1年捐3000，我觉得有可能，每个月捐3000，那教师的工资才多少？这个可能性比较低。说私底下有同学觉得这个老师上纲上线，女生为主，觉得这个老师没能耐整那些护爷，就欺负学生。目前这个老师已经被女生做成丑丑的表情包，在没有老师的群里刷屏了，大家给他取外号叫做文哥，文哥是文革的谐音，当然这老师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文字，所以叫文哥。有的就直接把他名字改成叫余孽。这些学生恶作剧把这个老师的表情包内容改成收拾不了副歌，还收拾不了你了。这个老师很有意思，就因为学生在那个上海沪爷豪车炸街下面自称老奴，他就破防了，就让这俩学生直接就不及格，找人都没用。当然了，还好多学生就开始爆料挖这个老师他的光辉事迹。这是第一个，说这个老师原来是个记者，也不知道怎么就不干了，来当了老师。他说我们只是一个双非学校，但是这个老师上课永远没有水课过，每节课都干货满满。第二个说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只知道有一个为国打仗一只手残疾的父亲，还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婆，偶尔能看到他推着他老婆在学校里晒太阳，听说老婆看病花钱不少。第三个很崇拜他的父亲，不止一次说没有人看得起他的父亲，但他的父亲为国负伤，是他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不过他父亲闲不住，还在帮忙当保安。第四个，有学生说这个老师其实是个很潮的老师，各种梗都知道，上课给我们批判过韩国、美国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讲过继承者们和财阀的小儿子，指出通过爱情得以实现的奇遇化的阶级跨越是资本主义收买女性、分裂性别团结的工具。说财阀小儿子把资本增值视为一种远见的奖赏，但忽略了最本质的权力勾结的剥削。这个都是一些女生对这个老师的吐槽。后来很多男生也加入其中，说男生也开始不喜欢他，但是我们开玩笑喜欢说大雷，以为这老师听不懂，结果他知道什么意思，然后花了20分钟给我们讲道理，鼓励我们劳动，让我们从家庭劳动做起。我们班一个男生说他家里有保姆，这老师就把这位同学留下来做卫生，也是倒了血霉。这男人说家里请了个保姆，那你在家肯定不干活，那你在学校多干活。这个老师也很有意思，把这个同学留下做卫生以后，说同学们都回去了，开始玩游戏打王者，丰富的课余课间生活开始了。结果这个男生打扫完卫生回来，手里拿着奶茶，这个奶茶是老师奖励给他的。原来这个老师和他一起清理了一间原来的储卧室、做乒乓球室和游戏室，后来课上还让大家为这个同学鼓掌。从此这个同学就变成老师的小迷弟。在往届生
生口碑中口碑两极分化，很喜欢，非常讨厌。几年前救了一个白血病的女生，自己带头掏了2万多，然后鼓励学生们有钱就捐，忙前忙后凑了30多万救了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会给一些要保研的人挂科，也挺恐怖的，具体情况不清楚。这个人格很有意思啊，你要顺着我什么都行，你要是不顺着我，那你就完蛋了，就是这种性格。说额头有块疤，00几年的时候带农民工讨薪被人打的，不知道他后来不干记者有没有关系。给甘肃捐款，捐款的方式为原始，上课的时候展示过捐款记录，然后有学生吐槽他说这个管得宽，男生说大雷要管，女生做美甲也要管，前者说是不尊重女性，后者说是歧视劳动者的象征。这老师管得够宽，这女孩子做美甲他也管。然后这个老师面对自己学生不断的爆料曝光以及网上汹涌的舆论，这个老师也坐不住了，开始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发了个帖子说感谢诸位网友的支持与抬爱，让我有些诚惶诚恐，我也原未有诸位所想的那般好，不过是诸多教书先生中的一个罢了。这里需要说，虽确有其事，但这位同学的表述内容这事实存在比较多的出入，有道听途说之嫌，这也是新闻之忌讳。他说我确实在学期末课程论文的在线指导过程中做出过过于情绪化的表达，在此向各位致歉。另班上大多数同学无论男生女生都表现优异，态度认真，不应就男女问题多做文章，团结友爱，相互理解才是正道。这个老师继续评论，他也说我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看到漂亮的小汽车，时髦的折叠手机，大概其实一波三折，他的胃口啊。他说也会希望自己拥有，更何况是普通学生呢？他们难免对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疾驰的名牌跑车心驰神往，这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消费主义积累100年的手段。有物质欲望是正常的，可以将其转化为奋斗的动力之一，但别为此丢了尊严，没了良知。老奴一词自轻自贱，我之前3令5申是大忌，即便只是玩笑，但总有人迷迷糊糊的跪下，这种事情断不能在意识形态口出现。你看他跟胡锡进老师一样，他自己自封的，一个是叫意识形态口，胡锡进老师说叫舆论边疆，他是守卫舆论边疆啊。这个老师他是捍卫意识形态口，在那儿站岗。他说我也知道部分学生不喜欢我，包括这位铁主同学，或多或少对我有意见，还有同学因为既有期末考试又有课程论文而不满，因为我管得严些，说得多些，但我以为玉不琢不成器，他们未来可能会进入机关单位、宣传媒体等部门，我所做的是尽我所能为学生为社会负起责任。作为意识形态的第一道关口，若任其放任自流，必成大祸。作为喉舌，怎能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怎能不鼓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怎能不勤勤恳恳脚踏实地？这种事上，人事不但有半步退让，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是浩浩荡荡，也必泥沙俱下，喜忧参半才是常态。我无力扭转乾坤，但人民的江山里，人人皆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便是好的。这个老师，这个也不能叫小粉红，是属于中年粉红，又红又专。这老师还评论是吧？许多网友说难以达到我的高度，我实在惭愧，我也常与自己的歪念头斗争。人到中年，也常被家父训斥，只能说日有寸进，功不谈捐，哪能有天生的完人？今日比昨日好，就是好的。有网友说想听我的课，我水平实事不济，不敢献丑，推荐大家去看看复旦大学张双立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远比我精彩的多。还好这个老师没有推荐复旦的薇薇老师，是他不知道还是对薇薇老师有意见呢？或者他认为薇薇老师比那个张双立老师那还是要差点火候。他说我亦常学常新，人人志士100年真诚。我有幸与诸位一同在路上，愿你我共同努力，前行路上便有光亮，望你我共同见证伟大理想实现，星辰大海，人类的真诚
生。他这个帖子很长，我随便介绍，就是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想聊一聊当下大学校园里面学生读了这位老师的言行和故事，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但是在我的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迂腐，一个乍一看还浑身有正气的，但实际上是榆木疙瘩、迂腐，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他给人感觉是知行合一、言传身教，但呢，实际上又像孔乙己那样与当下格格不入。为什么那么多女生那么多学生不喜欢他？当然也有人会喜欢他。如果从言行合一来说，那是这个老师的为数不多的，也是当下难能可贵的一个优点。当然他的那些行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不太清楚，也是根据学生和他自己的评述。但是在我看来，他这种理念，他这种思想过于保守，没有办法与时俱进呢。社会时代都在发展，浓浓的爹味，他能教给学生什么东西？那么学生和他之间冲突这么激烈，这么对立，为什么他那么极端？就因为两个女学生自称老奴，他就让人家不及格，这就非常极端了。这种人，如果你要把他放在一个高位上面，那是非常可怕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这几十年里面，他说人到中年40岁这么极端，我觉得他这种危害啊，远远大于他言行合一这种带来的正面的形象和优点。你如果说找优点呢，希特勒也有很多优点，这样的人优点越多，能力越大，对社会、对世界的、对人类的破坏就越大。两个女生互相调侃，自称老奴，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不好，你完全可以去教育他，甚至批评他。这种自我矮化，这种自我轻蔑，你说不符合当下的风气。作为老师，我觉得有教育的这种义务，但是你不能利用权力让人家不及格，人家还没考试呢。这个本质上和潘东来里的于东来是一样的。我对你好，我给你发工资，所以我管得很宽。你结婚，你办几桌，你收不收彩礼，你彩礼收多少都得管。我是你的老师，所以我什么都得管，有义务。你说这个，也就是说他没有边界感，不知道权力的边界在哪，不知道他老师这个边界在哪，老师的权力有多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呐。你想他要掌握了权力，那得多可怕呀！他掌握的只是让学生不及格的权利，如果他掌握了生杀大权，那还了得？那这俩女生有可能被他枪毙，当场正法。这个女孩子自称老奴，她有的时候是调侃自嘲，文学作品里面很多，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为什么老师就受不了？这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自嘲，不能你看不顺眼，那都是错的。从这个老师身上你可以看出浓浓的那种从小到大教育的就是标准答案，只有这个答案，你只能这么干，就这么一条路，所有的走歪的路都叫邪路，不一样的路都是邪路，凡事都有标准答案。这样的老师某些方面确实算是优点，但是这老师总体来说对学生的危害非常大的。幸好他只是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确实跟以往不一样了。现在大学生首先他面临的就业的压力显得更大。今年有1200万大学生毕业就失业，这里面有一半人恐怕要去考研究生、考编、考公，剩下的一半人有极少数恐怕能顺利的进入一些自己想象的理想的工作，剩下的绝大部分是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就是想象中的工作。当然了，你愿意打螺丝，对吧？愿意干个其他的是送外卖，那这个工作还是有的。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上了大学，对吧？10年寒窗苦啊，难道仅仅是为了送外卖吗？所以现在年轻的大学生很迷茫。也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他虽然物质条件可以比以前要强得多，但是他精神压力对前途这种未知迷茫要比以前严重，也就是压力更大。现在的大学生已经被从小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这么培养下来，他这种培养机制导致越温顺的孩子越能往上考，那些思想比较前卫的、比较活泼的，甚至从现在看思想比较健全的，很有可能在这路上被刷掉了。那些老实的、温驯的、背答案的、严格按照标准答案走的，这些人才能考上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教育机制最后导致的就是这样，小镇做题家就通过刷题刷上重点大学，你不刷题的那就把你刷掉了。这个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就导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老实。大学生不仅老实，而且还自我监督。现在学校里面、教室里面都有摄像头，老师也越来越老实，严格的按照课本、按照标准答案照本宣科，一个字都不带改的。那学生也是严格按照教材去看，老师要说错了，那举报老师，你没有照答案说，你跑题了，你侮辱了什么什么，你对不起先烈，你是公知，你是汉奸，你的卖国言论被人举报了。这种例子非常多。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老师只要说课本上的东西，大家都是昏昏入睡，没人正经听，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总有那些
些老师，他说着就把课本合上了，开始跑题了，说的这不是课本上的东西。哎，大家都来劲了，这时候很多人就不打瞌睡了，因为老师讲的不是书上的东西，书上没有。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举报啊，那个时候大家渴望听课本之外的东西。现在老师敢说课本之外的吗？一个字都不敢提，老师不敢说，学生不敢听，最后大家都变成温顺。在这种教育之下，所以才会出现鼠头鸭脖现象。这些孩子已经被教育傻了，谁官大谁说的就是对吧？今天校长来说这个是鸭脖，不是老鼠头，他也承认确实是鸭脖，不是老鼠头，我前面搞错了。他明明是他发的视频说这个是老鼠的头，不是鸭脖，结果校长一来他就改口了。过几天比校长更大的官来了，一问他，他又说这是老鼠头，不是鸭脖。再过几天以后，如果北京有人来调查，他说不定又说这是老鼠头，不是鸭脖，或者又说这是鸭脖，不是老鼠头。简简单单说，也就是现在的大学生被压制的厉害。虽然自己知道毕业就失业，虽然知道文凭那张纸可有可无，但是肯定希望他有，能顺利拿到毕业证。虽然知道这个毕业证一般的都能拿到，但是他还是担心老师学校会卡他，所以他一切都被学校被老师牢牢掌握，也就是软肋被学校掌握。毕业证成了这些学生们的软肋，一个只会按照标准答案，只会背标准答案，只会刷标准答案的人，确实软肋比较多，容易受到威胁，容易恐惧，因为他不明白中间的道理，他也不知道中间的逻辑关系。如果从小是那种发散思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学会多从几个角度看问题，就不同的角度看，得出不同的答案，那像这样的学生反而软肋少。你想抓他软肋，他不一定抓得住，第二个他软肋本来也少，抓住了人也不在乎。现在的大学生给人感觉没有朝气，没有活力，只会听口令，只会看指挥，一切行动看指挥。实际上这个老师也是这种制度的一个教育制度的一个牺牲品。他走上工作岗位恐怕有10来年了，当过记者，绕了一圈回到学校当老师，居然还没改，就走上社会铁锤都没有把他锤醒。什么通过爱情得以实现的阶级跨越，实际上就是东北证券的傅鹏说的，这叫参与财富分配。这个老师他说这属于资本主义收买女性、分裂性别团结的工具。那这个观念那不是更加封建吗？什么叫封建？就是讲究门当户对，那这不就是封建社会吗？一个穷的女孩嫁给一个有钱人，这叫资本主义收买女性，因为她实现了阶级跨越。你本来是个灰姑娘，变成摇身一变变成公主，你通过嫁给一个富人改变了你的阶级，改变了你的境遇，这是资本主义收买女性。那他的意思就是你穷的女孩，你只能跟穷的男的，你们俩一起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你这反过来说，不就是提倡门当户对吗？那有钱的男的怎么办？接着娶那些大家闺秀，那富人家的女孩子。所以说这个老师自己观点非常迂腐，没有办法他实现自我更新。你上学的时候确实受到各种影响，你的知识就是这种类型，但是你保持一个自我学习、自我融洽，最后就与时俱进，跟着社会一起发展。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没有办法自我更新，没有办法自我学习，那你永远停留在过去灌输给你的那一套里面，没有办法实现自洽。这个老师他见不得普通的姑娘嫁给富豪，那这个是资本主义收买女性。那按他的逻辑啊，他也接受不了家的老师入赘到豪门大户，那个不就是权力买办收买男性的工具吗？家的老师入赘到一个对吧副部级的高干家庭，按照这老师说法，那也是不应该啊。这老师可得罪了家的老师，要找这老师好好聊一聊，谈谈道。虽然这个老师教的是马主义新闻学，但是大家要理解，这个是你的饭碗，你捧着这个饭碗吃饭也无可厚非，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这个饭碗顶在脑袋上，你更没有必要时时刻刻一天24小时把饭碗顶在脑袋上，这个就有点过了。这个老师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他的父亲作为一名英雄负过伤，怎么最后还是沦落去做保安，他恐怕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当然了，按照他所受的教育，他即便认真的想，恐怕也很难得出正确答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